咱兄弟平安，咱连面就要开始咱的聚会，伫遮有2点提醒，请姊妹用毋好甲食物带摕入来咱的圣殿。第2点是，请恁甲恁的手机关伫震动，也是飞行模式，是只关机，以免咱的敬拜受到干扰，多谢配合。亲爱的兄弟平安。咱即阵要来咱的聚会开始，真欢喜！今仔日咱奉主的名聚集伫咱的圣殿，请咱坐做伙用喜乐的心、诚实的灵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奏乐。耶和华，我的石盘，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嘴讲的话，心内意念，伫你的面前受感纳。敬拜俄罗。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真欢喜，会早起做伙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每一届要敬拜之前，咱的诗会就会开始伫遮来准备，邀请咱备办心来参与伫今仔日的敬拜。对迄个时阵开始，请咱着拢安静哦，大家拢安静来备办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真正会当甲上帝的灵会当有一个沟通。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哦，咱若有代志要讲，咱着礼拜三的时阵，咱再过来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会当互相提醒一下哦，因为咱是共同一体，所以像会早起，咱就会当用这款喜乐的灵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请咱起立好无？咱来起立，咱来甲隔壁讲，咱今仔日敬拜满有稳定哦，来。咱今仔日敬拜满有稳定，再讲一届哦，佮甲隔壁讲，咱今仔日的敬拜满有稳定，来，咱今仔日的敬拜满有稳定，阿门。哇，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咱要徛伫遮，咱要搁一届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场彼勒多任内受苦，顶11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哈利路亚！咱用欢喜的心，搁一摆来学乐咱的上帝。阿门。感谢上帝，虽然咱是罪人，啊，毋过伫保会内底，咱会当洗清，食最圣洁。咱用这首诗歌，搁一摆来稳定，献互咱的上帝。你的稳定为你甲我用，送困难伫我的人生，有你甲我行去，我要行遐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家己。哦，耶稣，耶稣。
么愿意一生要跟对伊？因为咱深知生命中间，伊是咱上宝贵的事，因为伊为着咱献出一切，嘛，互咱会当有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互咱有常常更新换新，互咱的灵会当伫上帝的内面得到伊的保守，身躯得到伊的看顾，咱所有一切，因为伊是咱的宝贵。阿门。咱再来念一条歌来。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老不会洗清我，你听乎我自由，我欢喜为你来学努力，我就是要迎献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我要一世人来服侍你，我就是要迎跟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老不会洗清我，你听乎我自由。我欢喜为你来学努力，我就是要迎献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我要一世人来服侍你，我就是要迎跟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我欢喜，哈利路亚。我欢喜为你来学努力，我就是要迎献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我要一世人来服侍你，我就是要迎跟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哪爱你？咱讲爱还是疼，是一种的行动。咱这个时阵要表达基督疼咱，咱回应伊的疼，咱嘛要活出这个疼来。所以今日早起这个时阵，咱要为着张明女姊妹的家庭来祈祷。明女姐，请举手一个好无？哦，伫后边遐吼，这咱的明女姐吼，感谢主啊，互伊因家庭的信仰非常坚定啊，定时参与伫礼拜伫服侍内面，这是上界大的福分。咱为着伊的健康，为着伊的家庭啊，为着伊的后代，咱开声来祈祷来。主，阮感谢你，会早起，阮要表露你的疼，阮要为着阮所敬疼的明女姊妹。
较济、更较konkr阔，要来服侍伊。所以咱为着伊来祈祷，为着博弈咱叫做 Amos 为着伊的身躯的健康来祈祷，互伊的身躯会当健康灵魂精英互伊伫年轻的时阵，伊讲嘛无年轻因为30岁伊的头前、伊的婚姻、伊的家庭伊的工作，拢交伫上帝的手中。咱为着洪博义，咱提名来甲祝福，好不好？来，主啊，阮感谢你，阮感谢你，洪博义是你的囝儿，是你我有的真做你的囝儿。主啊，阮求你来帮助来帮助伊，互伊身躯更较健康，互伊更较有一个精英的灵，伫生活内面，上帝你大大赐福互伊，互伊有一个积极的意念，伫生活来好好跟对你。主啊，要将伊的婚姻、伊的工作、伊的家庭，伊所有一切拢交伫你手中。上帝你大大收伫，互伊将来更会当成做你合用的工人，去影响这个少年人，影响这个社会。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哈利路亚！我相信我的祈祷你欢喜听，你也要祝福伫阮，为着这个困苦的人的心情。感谢你。我欢喜为你来学乐你，我就是要迎接你名字，主啊，我爱你。咱咱手来体会，哈利路亚！我要爱你，我要一世人来服侍你，我就是要迎接你名字，主啊，我爱你，我要爱你。咱单单甲主讲，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要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听阮，甚至陪你的性命受钉伫十字架顶，迄个老宝血赎回阮，洗阮的污秽罪过。到现在，阮犹原深深的感动，因为阮知，阮每一日拢有面对挑战，总是阮奉你的名，阮总是会当得胜到有存。所以求你帮助，用迄个十字架的印记，时时刻刻伫阮的脑海内来提醒阮，互阮甲你的关系日日搁较那亲密，会当用阮的一生荣耀你的名。伫服侍中间，更加体会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洪博义，请举手一个来，咱有看到这个就是洪博义，咱拄有提名为着伊祈祷好，现在姊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第16节到第17节。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第16节到17节，请咱做伙来共读，请。无人用新布补旧衫，因为所补的迄块会过哩旧哩迄领衫，伊的破空搁较大。人也无用新酒缀伫布开笼，若是有，就笼裂酒漏，笼也煞歹。独独用新酒缀伫新批笼，就两项拢保全。咱圣经中读到这，愿听伊话的人性命得到祝福甲帮助。煞接，咱要请希洛斯班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遇见你》。
咱感谢喜乐诗班遮水的歌声，献互咱的主。即是咱要请本堂的潘牧师来正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基督 DNA 的溃烂撼动我”。潘牧师，请。好呀，多谢多谢，多谢圣神踮伫咱的中间，互咱今仔日会当做伙来伫遮来敬拜伊。第一礼拜时间，咱兄弟姊妹伫你的日子内面，你过了如何？有圣神的溃烂伫咱的内面吗？阿门吗？哈利路亚！我知影伫即个礼拜中间，有可能伫你的生命内面，伫你的日子内面，有时阵拄着一寡的困境，或者是你的身躯的艰难，但是咱拢倚靠伫上帝内面来得胜。阿门！哈利路亚！咱真欢喜，今仔日倒来到伫上帝面前，伊的圣殿，咱伫遮要来敬拜伊。所以咱要敬拜伊的时阵，咱的心就爱存着一个较无的灵来敬拜伊，因为咱有一个较无的灵来敬拜伊的时，咱每一个人你就会空空倒转来，饱饱倒转去。因为上帝伊决意要互你充满伊的溃烂伫你的内面。咱今仔日所要看的即个经节是伫马太的第9章，咱来看。伫咱最近咱的会友内面，有一个兄弟，伊就来找牧师。伊来甲我讲，牧师，我伫咱的教会内面，我虽然来咱的教会无偌久，但是咱的教会，互我真感动。我甲伊讲，是啥物款的代志，互你感动？伊讲，我特别对咱的教会一个兄弟真感动，因为我感觉即个兄弟就亲像我伫圣经所读的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即个兄弟就是迄位好的撒玛利亚人。伊讲我家己做袂到，但是我来到伫咱永光教会，我看即个兄弟所做的做，若有啥物款的代志，该叫伊拢愿意出来侍奉。伊看到啥物人有需要的时阵，伊招待先，伊将伊家己的钱，将伊家己的时间、伊的体力，拢用伫人的身上。伊讲牧师，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好的撒玛利亚人。阿门吗？咱为着咱的教会有做即款好的撒玛利亚人，甲上帝感谢，感谢上帝赏赐咱有好的撒玛利亚人，伫咱的教会诚做人的模样，互咱每一个人因为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会当不断搁更新，不断会当得到溃烂复兴伫咱的内面。伫咱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圣经在内面，咱看到上帝基督的溃烂。牧师要大声问咱一个问题，来，牧师问咱哦，咱用醒起来哦吼。人甲动物上大的差别是伫啥物所在？上大的无共是伫啥物所在？人甲动物上大的无共是伫啥物所在？牧师嘛问咱，在敬拜的时阵，咱专心专意。若咧耍手机的，请你甲手机拢收起来。请你甲手机说，咱是尊敬咱的上帝，尊敬咱的上帝。假使你若是真正需要用手机会当去外口，咱伫遮，咱大家是一个彼此尊敬的一个团体，所以咱伫遮尊敬咱的上帝。人甲动物上大的差别伫倒位？人甲动物上大的差别伫倒位？咱问明谦执事来，你感觉？上帝的灵，好，人甲动物上大的差别，佮有啥物货？来，迄个德隆兄，你佮有册的啦吼。好，来，人甲动物迄个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好，人有灵，动物无灵。好来，牧师要讲的一个真重要的是，人甲动物真大的差别。除了咱看会到的迄个有灵甲无灵的部分，人会讲话，动物讲袂清楚，嘛袂讲话。动物管人，还是人管动物？人管动物，这是上帝所定定的。佫有一项咱无想到，就是人类甲动物有真大的差别，就是人会问为什么？
人会问为什么？请问恁兜的狗、恁兜饲的猫啊，会甲你问讲为什么这顿互我搁食一排，我会爱食爱换另外一排？伊的食物会甲你问无？袂。上帝特别创造人会问为什么？人会问为什么的意思是啥物货？人会问为什么的意思，就是人会追根究底啦。追根究底就是问迄个原来，问迄个源头，佮问迄个结果。人问迄个追根，就是讲我是对倒来，捌想过讲我即个人，即个性命是对倒来？你捌想过举手？捌思考过讲我的性命到底是对倒位来？阿门。你敢捌想着讲，呾过来，我的性命要对倒位去？你的性命要对倒位去？捌想过举手？过来，你的灵魂要对倒位去？唔知影呢。吼，咱有信主的人知影要对天堂，所以我对倒位来，要对倒位去，这就是咱人在问的。动物伊袂晓问这个问题，总是你知无？上帝以用阮人来问为什么？假使这两个问题若无答案，那安尼咱人活的是艰苦的。你阿妹吗？人唔知对倒位来，唔知要去倒去，这是一个真痛苦的事。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咱真清楚，我对倒位来，我要对倒位去，因为上帝伊用阮咱问为什么，而且上帝有互咱答案无？有无？阿门哦！上帝互咱答案。好，咱来看，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真奇妙。每一个人，你看每一个人，敢咱伫咧遮敢有生做完全同款的人？佮双胞胎。相生啊，伊所生做的嘛无完全的共款。伫19世纪即个中间，人已经甲即个人，也是讲即个细胞，迄个上细迄个细胞，为什么会造成即个人的样相？迄个细胞，迄个 DNA 已经甲伊研究出来。然后，迄个人的内面，每一个人，你知无？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一个号码伫你的身上。伫医学来讲，这讲叫做医学的编码。迄个编码伫你的身躯内面，伫你迄个细胞内面有一个迄个核心。迄个核心就是咧管制你这个人将来会成做什么款的人共款。所以原来上帝早在创造人的时，就甲上帝的话。放伫人的心内面，就是迄个上核心的所在，迄个叫做 DNA， 叫做 DNA。迄个 DNA 伊会决定，即个伊是羊，还是牛，还是猪。迄个 DNA 伊完全承载即个形象所造成的。兄弟姊妹，咱家看。既然每一个人伊要诚做，拢有上帝每一个无共款的意思伫你的内面，所以咱就看去讲，原来伫我的生命内面，上帝有无共款的安排。咱有想过无？为什么我的生活跟即个人的生活无共款？我真正欣赏伊。每一个人的生命无共款，总是上帝伊将迄个气力放伫咱的内面。上帝将迄个能力放伫内面，上帝毋是甲你创造一个细胞，迄个核，迄个 DNA 伫你内面，然后互你家己默受，毋是。上帝讲，我要带领即个囡仔，我要带领即个人的生命，将来来认捌我。所以咱活的是要为着什么？活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阿门。我活的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我活的毋是伫世间。食饱穿烧就好，这毋是人上悬的目的。人的目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所以咱看起讲，原来我的生命，上帝创造是遐尼有意义。有时阵咱来讲，牧师，我实在无啥了解，我这个人到底活的有啥物路用？到底我活的是为着啥物来活？亲爱的兄弟，伫这个圣经伊安尼讲，伊讲上帝伊造天。做地，上帝伊的永活，上帝伊的永活，甲伊的神性，咱是明明通知影的。什么叫明明通知？请问，
伫整个宇宙内面，伊的生存、伊的力量，以及伊的时间的久长，是毋是拢是咱会当去感受到？咱会当感受，但是咱感受到这个背后是啥物货？是上帝的亏力。所以虽然目睭袂当看见这个上帝，但是照着这个万米，会当明白有一个上帝存在无？有。这就是上帝想使咱内面的迄个 DNA， 伊自然就会甲咱讲，这个世界有一个能力，迄个能力会当帮助咱活伫这个世界，就亲像宇宙共款。信上帝的人就知影，原来这就是上帝的气力。亲爱的，这咱的目睭，爱对齐伫耶稣基督的眼光，伫耶稣基督的眼光，为什么？因为你若对齐伫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会有一个能力，你的迄个身份是啥物款的身份？咱对名来讲起，每一个人拢有名，敢有啥物人无名？名代表你的身份，名代表你这个人的人格，所以号名真重要，号名真重要。你感觉你对你家己的名有满意无？有，就好似讲上大声。因为伊有信心，佮有荣耀，所以伊足爱伊的名。你的老爸号你的名，你无真意爱的，举手一下。哇哦，好，真多谢。有的人对伊的名无满意，你知影无？我顶礼拜甲厝里的人，甲阮全家转去高雄，咱拢先过年，阮就留守伫教会。顶礼拜阮才倒转去。因为去高雄开会，先做转去看我的婆婆牧师的妈妈。我去甲伊看上，我的婆婆吼是94岁，伫安养中心。我即摆转去，伊讲一句话，互我真着惊。我即摆转去看伊安尼无真欢喜，安尼拢吐下海。我就甲伊讲妈妈，你是安怎？你敢有拄着无欢喜的代志，还是有人甲你欺负是无？我问阮妈妈，我的妈妈讲，我最近吼心情拢歹歹呢。我讲有啥物款的代志，互你心情歹？我讲你头壳咧想啥物？我的妈妈伊安怎讲？我吼拢想足侪歹的代志呢。我嘛毋知影，我著信耶稣，哪会阁安尼想歹的代志？我讲妈妈，你咧想啥物歹的代志？你甲我讲。我的妈妈伊安怎讲？伊讲吼，我吼足袂爱。阮的老爸吼，甲我号迄个名，安尼伊讲号迄个名，因为吼伊甲号一个绰号啦，叫庆啊，庆金的庆，叫庆啊。伊的本名叫李花，真水的花哦，李花对无？李子花，迄是伊的本名。但是伊的继父啦吼，改叫庆啊。婆婆即马94岁，竟然阁甲即个代志记伫伊的心内面。伊讲我袂爱即个名，哇！伊还阁咧在乎即个名咧。你甲看即个名对伊的影响偌大？我讲妈妈，你的想法是啥物？亲啊，就是无互人看重的啊，凊凊彩彩啊，有也好，无也好啊。所以我感觉我拢一直受即个影响捆绑，遐济。名对咱的身份有一个真有气力的一个力量。这个名伫咱的基督徒内面所讲的名，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先知性的宣告，咱知影，咱过去咱的名真侪，咱的名好比讲，你叫什么款的名，但是你的命运好亲像对着你的命来走，所以真侪人伊会去上命来号名。但是咱的基督徒有上命无？咱的基督徒直接甲上帝问，上帝感动老爸号什么款的名？阿谦、明谦，哦，这名偌好咧！明谦到书足，诗词阁真合，吼。明就是记起来嘛，吼。谦就是谦卑，会记得耶和华，会记得。基督的谦卑，老爸对伊的期待，咱看咱的民谦只是有谦卑无？阿门！你看，迄个名就甲伊的人格相符合。伊娶的某叫诗词，
狮子迄个狮嘛是记起来少年，猪咧就是猪爱。哦，这两个翁仔某斗起来都要符合圣经，真正是天作之合。这就是上帝伊安尼甲咱引出，所以名对着你的一世人，名也确定你这个人，你所要做的事是啥物货。亲爱的兄弟，可能你会讲，牧师啊，当我的名号到搭，我要敢会当改？我甲你讲，你的名，假使你若重新用你新的身份去确定你的名，你的名，不管你过去的父母甲你号啥物货，拢总无影响，因为你即马成做基督徒的开始，你就有新的名分。过去咱是一个罪人，未领洗礼的时是一个罪人，而且佫是一个专业的罪人。若好的啊，莫讲；若歹的啦，一直做，一直做。但是咱信耶稣了后，咱对专业的罪人变成做啥物货？变成做圣徒。圣徒伫以弗所书内面，保罗伊称讲，教会的兄弟姊妹，恁是圣徒，阿免吗？圣徒就是领受耶稣基督了后，咱的性情甲上帝同款，所以咱每一个成做一个圣徒。有可能咱会想讲啊，无啦，我哪有遐尼神圣？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哪定？咱袂当安尼讲，因为上帝认定你成做基督的囝儿，上帝看你最圣，为什么你还阁看你最垃圾、最污秽？所以过去黑暗迄款的念头爱摕掉。伫今仔日的圣经内面，伊讲新衫会当保旧布无？嗨，咱拄啊，咱所读的圣经，伊咧讲吼，讲迄个新的衫。新的衫，吼，迄个新的布，唔通甲伊补伫迄个旧的衫内面。然后咧，新的酒，就爱落伫新的袋仔内面，唔通落伫迄个旧的袋仔内面。伫即个圣经节所咧讲的是啥物话？当时的遮个高人，咱叫法利赛人，因着甲耶稣考试，然后考耶稣讲，为什么你的学生拢无爱禁食？为什么你的学生要食饭的时阵唔洗手？用真济旧约的律法来问耶稣，但是耶稣就甲因回答讲：新布甲旧衫无适合，新酒甲旧皮囊无适合。真简单，牧师来解说。新的衫，你知无？迄个新的衫，迄旧的衫吼，你若洗过一摆了后，迄个旧的衫有迄个伸缩力。旧的衫伊就会揪起来，吼！啊，你即摆穿即个旧的衫，穿到破去啊，破一空，然后咧，你想我破一空，唔甘单调，所以我就摕一个新的衫的布，甲加起来，然后甲伊补伫迄个顶悬。但是迄个新的布，因为伊还未揪水过，所以伊有一个张力。当迄个新的布要揪起来时，你甲伊填喺顶悬，迄个旧的布甲迄个新。旧的衫甲迄个新的布相扭的时阵，旧的布一空愈破愈大空，所以新的布要补伫旧的衫顶悬是无害。意思就是讲，你这个人已经有新的能力入来，你已经信耶稣啊，到即马你还阁过着旧的生活。讲到新酒甲新皮囊，皮囊指的就是迄个皮地。古早人吼，犹太人，因拢用迄个羊皮。羊皮做迄个酒的皮带啦，吼，做迄个皮囊。然后咧，迄个皮囊吼，伊旧的迄个皮囊吼，伊迄个伸缩性已经过去啊，所以旧的皮囊无伸缩性。但是迄个新的酒，葡萄酒呢，你甲伊酿酒酿好了，你甲伊放喺皮囊内面，因为新的酒伊会发酵，所以会有迄个气，对无？迄个气。然后迄个气，你甲伊缀伫迄个旧的皮囊、旧的皮袋仔内面，皮袋仔内面，迄个皮袋仔，全啊，互迄个酒的酒气，全啊，甲伊丢，哇，全碰一个迄个袋仔煞破去，酒煞流出来。新的酒爱缀伫新的皮囊，还是旧的皮囊？新的皮囊，新的酒所代表的是啥物话？新的酒所代表的就是新的能力。新的衫代表的是啥物话？就是讲以前迄个旧的人，我是迄个罪人，但是我即马信耶稣，我要改变我旧的讲话、旧的思想、旧的行动，我即马成做新的人。然后咧，配上新的衫，配上新的皮囊，
因为新的批囊就亲像我即个人真做新的，咱的教会嘛真做新的，所以有真侪伫旧的传统内面，旧的传统甲新的能力会合无？是袂合的。新的能力爱配上新的批囊、新的身躯，所以伫法利赛人，因为因有真侪遐无好遐旧的，你知无？法利赛人吼，伊会趁人足济时，特别迄菜市啊，遐人足济对无？法利赛人咧，伊就刁工甲你徛喺12路口，然后开始伫遐祈祷啊，哇，为着什么人祈祷啊？阿拉上帝，伊所做的是要安怎？互人看见，你看即个法利赛人遐敬虔，迄是一个外表，迄是假的。但是耶稣伊讲，我所看见的是你心内面的迄个能力。所以上帝伊讲，人成做基督徒了后，领洗礼了后，你爱成做新的酒落伫新的批囊内面。兄弟，你要爱接受你是一个新的酒，也是旧的酒。有人讲，哎呀，旧的酒陈酒较芳，对无？但是陈酒较芳，伊所代表伊是啥啦？安逸习惯。所以真侪人伊无爱改变，因为伊伫传统的内面。毋过若是对伫即个圣经节，耶稣基督甲咱讲，毋若咱厝人的生活、家己的性命、人格爱改变，因为你信主了后，有新的能力入来，你改变。伫教会生活，你犹原爱改变。所以迄个名，即马你的名叫啥物？咱的名叫做基督徒。毋管你叫啥物名，咱即马拢有一个统一的名，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成做咱新的名。棍啊，石头，咱也摔，拢会摔到咱的石头，咱的骨头对无？但是你知无？摔到骨头、断骨头袂要紧，但是名，你的新的身份，若无有一个新的气力、新的喜乐，就影响你未来的幸福。若无有新的身份、新的能力、新的喜乐，就影响你未来的幸福。亲爱兄弟，咱的上帝是大有气力的。上帝毋但伫过去，也伫即马。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伊迄个十字架的能力踮伫咱的中间。所以伊要应允咱每一个讲，我所听的，我所调的众兄弟姊妹，恁甲我的神性。上帝的性情有分，因为我的 DNA 伫内面，所以咱所活出来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气力，是基督格外的能力。阿们吗？所以对即马起，咱的名叫做啥物货？基督徒，而且是正港的基督徒，毋通互咱过去遐歹的物件、歹的身份影响已经领洗礼了后的你，将来。对即马开始，活出咱迄个新的气力出来。阮最近有跟德良兄伫遐跟伊谈话。德良兄伫伊信耶稣了后，伊的性命完全改变，伊的讲话完全改变，伊的太太嘛做见证，伊的查某囝嘛做见证。你若是听德良兄，你看伊即个人，甲过去完全无共款。伊讲伊毋知影信耶稣了后，互伊会当有遮尔大的气力。迄个气力就是上帝伫伊的内面的 DNA 在发挥啦。阿们吗？咱伫后礼拜，咱要安排咱的长辈94岁长辈，咱的德良兄来为着咱做伊性命的见证，嘛会当做咱真好的模范。咱会当来期待，总是咱对遮的前辈真济，咱遮的第一场的前辈，恁的性命拢会当成做后辈的典范。阿们嘛，特别伫信仰顶悬，特别伫听永光教会顶悬，服侍顶悬，拢诚做好的典范。阿们，这个是咱要来用这首诗，咱要来吟。无有人挖靠家己的气力，会当做什么事？因为咱所有的能力，拢是对上帝来。咱的作为拢是对上帝来。想起你当时是怎样来信耶稣，你怎样受感动来信耶稣？可能信耶稣是20年前的事，
可能是5年前的事，40年前的事。回想上帝迄个耶稣基督救恩，有继续伫你的内面，有伊的能力，有伊的喜乐吗？阿门。今仔日牧师的信息就是要来帮助咱，互咱回想咱当初是怎样来信耶稣，迄个耶稣的新的喜乐，迄个新的能力，要成做你新的身份的确立，就是你的名对打开始叫做基督徒。你领洗礼迄天开始叫做基督徒，所以无有任何世间黑暗的势力来捆绑你，只有耶稣基督的果活要来得到你，互伊得到活命。将来咱要伫天堂，甲耶稣相见面，伫遐有荣耀尊贵。阿门。这时阵咱要来用这首诗歌，搁一摆来回应咱对上帝的听。奇妙阮的好天甘甜，我做得着啥物？真我是要搭伫几回，亲密得着看见。竞选我这个罪人，成做你圣的百姓，赦免我的罪恶。哈利路亚！请咱起立来，请咱起立咱来做的。稳定，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基督为着咱领受的十字架。也手感谢主基督宝贵的稳定。姊妹，咱做伙要来甲主同坐道，就伫这个时阵，是毋是好？咱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搁一摆笑念耶稣基督
甲伊的十字架，甲你的关系，因为这是救赎你的性命的主，所以这个时阵，请咱备办心来参与伫今仔日的圣餐的中间，请咱来详细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讲：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咱袂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伊也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会死，直到伊搁来的日子。所以即个时阵，咱要为着咱所备办即个饼、甲葡萄汁，以及咱本身，咱来到伫主面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若毋是你的恩典教业，互阮用，阮太托会当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服侍你。太托会当有即个尊贵的身份，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 DNA， 互阮会当归属伫你，做你的囝儿、查某囝。主，阮今仔日真欢喜，用感恩的心，搁一摆来到你施恩座前。愿你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生命中的一切污秽垃圾，无论是得罪你的、得罪人的，甚至辜负家己的。主啊，阮拢恳求你，你的宝血大有功效，你的确会当甲阮洗到尽，互阮会当亲像白，亲像洗一般样。所以，阮感谢你，也求你圣化这个饼甲杯，互因成做阮属灵的美娘，搁较深深结连伫你，互主你欢喜，有好的果子，通互你修成，荣耀你的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会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每一届会当受圣餐的机会，互咱深深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疼，甲伊宝贝十字架所成的功劳，伫你我的生命、家庭中间来显明伊大的能力甲功效。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所以，咱对牧师来讲，耶稣受鞭拍来，我得到医治。在耶稣的苦难中，为我付清罪债，我有真实的平安。你相信无？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纪念主，为着咱所流的宝血，搁一摆甲伊更较亲密来结连，互伊欢喜。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对牧师来讲，耶稣的宝血来，互我得自由，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你有深信无？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咱众人，甲你的家同在。阿门。咱搁一摆来到主面前，咱来祈祷。上帝，阮感谢你，为着阮开这个救恩的门。这个门，阮已经进入，阮也享受伫你听囝的国度内面。甲阮恳求你帮助，互阮的灵命日日哪成长，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有属天。
主愿恳求你来帮赞，互阮深深体会，阮甲你迄个关系是每时每刻拢结连条条。世上无任何会当计当你对阮的疼，嘛无任何会当计当阮较无你敬拜你、听你的态度。感谢你，这个关系阮是久久长长，阮嘛是永永远远的。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继续阮带阮头前每一日的脚步，互阮精英，互阮有气力，互阮奔跑愈来愈荣耀你的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请咱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开始奉献。答阮告主，是阮做钱，甘美领受我命转换，心心感化，加天开朗，报答主恩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事工分享，咱请周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来到主面前敬拜，有欢喜无？啊！你甲隔壁讲，你的喜乐，上帝一定知影来。阿门。哦，咱知影，咱有一个足特别的身份，对无？就是今仔日潘牧师甲咱讲的，咱透过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 DNA 哦，吼，迄个是格外的能力互咱的，所以咱日日爱换新，吼，日日拢有一个新的生命伫咱的中间。保罗甲咱讲哦，咱的行事为人呐，爱甲基督互咱的救恩爱安那三合啦，对无？啊，所以若无够三合的吼，爱拍拼一个哦，好无？甲隔壁讲，更努力一个。阿门。哦，啊，咱有即个领袖，咱着爱安那，爱甲存起来，对无？哦，来，学一个牧师即个动作，即今仔日领袖的真理，着甲伊安那掠条的，甲伊存起来，存淡心内面吼。
你的心中伫遮嘛吼，咱甲存起来，安尼有好无？一定是有好的吼，因为耶稣基督互咱的真理救恩，就是大有亏咱的。好，来咱来关心咱教会遮个代志吼。咱伫第二堂今仔日有6个人要透过圣礼典要归属伫咱即个永光教会。甲咱做伙，谈遮成做一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咱周无有写哦，咱为着即6个人来特别来祈祷，特别伫即站即站的中间，因拄洗礼是信仰搁要来需要有一段适应期当然话已经来要1年总是咱嘛来为着因祈祷，互因有即个确认洗礼了后真正得到上帝的保守信心会当坚定活出。基督所欢喜的生活来好，咱第7期的幸福小组，咱伫3月17就要来开始所以呢，这是咱教会全体伫报道的一个机会所以咱半年有一届即马即个上半年3月17就要开始所以毋茫咱会即个小组大家会当做伙来你会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祈祷。奉献，这拢是上水的行动。人感觉即个，人即感觉讲，哇，这是好的，咱就投资一下，对无稳赚的，你阁毋投资，安尼是毋是足可惜？所以咱即马这是传福音一个好的机会你看，咱透过幸福小组，咱每一年即个领洗礼的人愈来愈侪所以咱就爱有即个信心咱愿意参与伫即个中间当然有诶小组讲每半年一届阮即马 best 毋知伫倒落，best 伫倒落 ，best 伫外面足济啦，伫祈祷内面就会当领受所以即个代志就一定爱凭信心来做，毋是讲看到成果开始做无，若关系上帝的事诶，咱拢爱凭信心来做，那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这个成果所以，咱请小组长伫3月3进前来提交咱第7期的即个副长是甲即个实习同工的一个名单所以，请咱的小组长来注意这件代志来煞接。咱即礼拜下拜二，咱有领受之夜即马咱的领受之夜，牧师用较侪时间来做准备。因为甲即个时间已经甲定是伫操练咱的同工的一个机会，所以毋茫咱的即个培育的系统，咱嘛对3月要开始，所以咱会当来操练。可能咱兄弟姊妹对即个要领受异象，要来封建的祈祷这部分，无真熟悉不要紧，咱慢慢来操练。这是圣经所记的，牧师。对上帝领受的绝对拢含圣经符合圣经所讲的，安尼咱较来做嘛，对无？圣经无讲的，咱无做咱拢嘛照圣经来领受。即款的领受对咱个人、对教会、对你的家庭有足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毋茫咱拨即个时间咱特别咱遮的同工，咱的铁三角即礼拜拜二领受之夜。是一个牧养见证甲异常操练的一个机会后礼拜拜六咱要开课的是4名精神营今仔日你若有报名的咱目前20几个对无？30个左右有30个左右你若有报名的，今仔日爱来摕一本这个会前读本会前读本。就是讲，你爱先读遮过有基本的概念，然后你来参加即个营会，安尼真紧就会当来投入伫即个营会的领袖内面。当然，咱的培育的系统3月会陆续来开课，所以你若未参加的，就爱先对4名精神营开始。你若有参加，就请你继续伫后一阶段的会当来努力这就是咱的会前读本。今仔日要刻就是即本咱迄个生命更新营，你若报名即期的，是讲你即马想要报名的，你今仔日就是报名，就会当来摕即本册登去这个这资料真丰富，真
真简要，总是真重要的遮个信念吼，会当帮助咱。然后咱会经过即个营会，咱2天的时间，就是甲遮个课程要来走互完，来帮助咱来清理咱的性命即个咱知影吼，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吼，厝里拢有一个小准狗，对无？爱清无？爱呢，迄无清袂使哦。若无清吼，若2礼拜无清吼，迄就臭臭啊。所以，我负责伫清迄个水沟的，细条仔尔，无偌大，差不多安尼哦。他拄则到迄个阮的厝吼，就是厝的边仔吼，就有一条安尼沟啊。迄个沟啊，就是阮遐遮个洗身躯洗米的水，就遮安尼流嘛，流迄底，流去较大的圳沟啊。即个沟啊，咱家己的吼，咱着爱清呢，吼。咱的性命嘛是安尼，吼，常常爱甲清清气，吼，互会当通，遮性命较无好的，着靠着耶稣的名，甲遮清掉。哇！咱的性命着足轻快，着亲像咱厝若扫了清气吼，嘿，这大起来加偌舒服的，敢毋是？吼，这咱的性命嘛是安尼哦，吼。咱会当来参加，互咱的培育系统会当领受搁较侪丰富的恩典伫咱的身上，吼。后礼拜主日咱的培育的课程，即个同工的说明祈祷会就是讲阮有来邀请的要来参与伫咱即个营会，是讲即个班内面要来做讲师的、做同工的咱有即个名单。后礼拜煞了，咱会当做劳力做伙祈祷，来做备办心，吼咱无要做迄个无经过祈祷的事嘛，对无？所以咱着爱大声来做准备，这是真要紧的事吼，请咱来关心这件代志。好咱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今年访韩的盛会要伫暑假7月15到22会来举行。即届会去基督山哦，旧年咱无去基督山吼，旧年是30周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吼。今年会去基督山嘛，搁爱禁食7顿啦吼，这一个挑战咯吼。哇！你若禁食一日拢无食饭，你较知影讲原来时间遐济，吼，吼嘿。原来咱遐厉害会当动吼，当然若民权执事伊做够动的吼，伊会当免食饭的吼，无问题吼，伊习惯，这是养成伊的健康的方式。当然这是咱灵命的一个操练。然后以外的，咱会当来了解、来关心这个事，来摕这个资料来看吼。搁有一个10月21到11月初2，有一个圣经地理的这个旅游吼这是伫土耳其有13日的时间吼，就无咱有看吼，要去拔摩海斯吼，这个什么人约翰吼，约翰写启示录。迄个导师吼，搁启示录的7间的教会咱要去遐看遐古迹有人专门来带吼牧师，阮2个牧师毋捌去过遐个咯，包括圣地吼毋捌去圣地过吼，所以即届阮嘛是讲来努力，我嘛要来参加即个行程吼，所以鼓励兄弟姊妹，你若有感动有准备，当然这爱一条钱呢吼。咱等于算看卖咧吼，无啥够，甲咱老爸讲，一定互咱有够的吼。咱就会当做伙来去吼。好，后礼拜咱即个牧区有一个真重要的理财的讲座吼，咱今仔日咯，今仔日下晡2点吼，咱若有报名，还是讲你想要参加的吼，后壁即摆袂当问哦，后壁即摆袂当问，下晡较会当问哦。咱下晡的主讲会讲员伫遐吼，真欢喜啦吼，咱做伙来听咱的即个主恩执事伊的专业的分享。3月23少年牧区因要去郊外去做即个踏青问啦会当报名的，咱即摆开始来报名吼，会当来看即个时间点拨出时间做伙参与伫这内面。好。来，咱的牧区的消息，搁有就是3月7日，咱的中会妇女部有主办一个世界公道日的礼拜，这是妇女部办的吼。搁有中会妇女部嘛主办
有一个爱修会伫4月初9到初10，就是拜2到拜3吼。即届妇女部因有请因的即个辅导，就是潘顺勉牧师吼，恁捌啦吼？伊的主讲题目叫做“活出女人天生的美丽”，哇，有赞无？美丽咯，因为减一字无看到吼。好，美丽啦吼。所以咱若时间会使，会当来参加，我相信这是真好。这嘛是咱教会一个荣耀，汉妇女啦吼。你穿裙的查甫的嘛袂当报哦吼。好，来几个兄弟咱做伙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吴月娥的丈夫吼，吴月娥今仔日伫第2场要来洗礼吼。陈启贤吴凤传就是凤石的兄哥小弟个梁约翰吼，咱继续为着这3个来代祷，愿上帝的灵伫因的心上显明，互因专心靠耶稣。我相信上帝伊的手一定会临在伫因的心上吼。好，拜1就是明仔载咱有一场的告别式，就是张胜同兄弟告别式。伫二滨的所在，迄个是10点半开始。咱特别邀请咱的上联牧区会当去献诗吼。因为拜1上班时间，所以咱的牧区有暂停一届的聚会，嘛会当去的，咱做伙去吼。咱伫9点45分，咱伫遐会来练诗班吼，请咱的上联牧区也是时间会当的来注意这个时间点。好，多谢。好，这张图嘛真特别吼。好，咱感谢主哈，请咱起立，咱来做吟这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就是伫3月阿伦、阿娜吼，因着后礼拜咱就无看到因，就要搁转去澳洲遐有1年的课程吼，所以咱兄弟嘛继续为着这2个细囝因伫遐献身读神学院，来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就这个是牧师来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但愿耶和华上帝你的恩典、你的面来照阮众人。互阮领受对耶稣基督来的救恩，阮的性命要伫主你的内面，得到主你所赏赐迄个高活的快乐，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无过我。
大家平安。平安。咱后礼拜个见面，请坐。I come to the garden